耶穌卻睡着了。馬太福音8章24節。耶穌喺暴風雨中仍然能夠安睡，顯示出佢對神掌權嘅極大信心。正如經上詩篇3篇5節所講，義人無論係躺下還是醒着，耶和華都要保護。瞓唔瞓得着，或者最能夠反映我哋對神嘅眷顧有冇把握。門徒完全冇辦法明白點解耶穌可以喺危急關頭瞓着啊！呢個係屬靈問題。如果我哋忘記神喺度掌管，困難臨到就會驚慌失措。睇到耶穌喺船上面瞓得咁甜，就知道我哋亦都可以安歇喺天父嘅懷抱當中，冇一個風暴能夠淹沒我哋。面對狂風暴浪之時，我哋時時會急躁咁想辦法靠岸自救，絞盡腦汁尋找如何解決問題。然而，你最需要嘅係睇見從上頭而嚟嘅平安。請你回頭望一望，你嘅安全感唔係喺岸上，而係喺顛簸嘅船上。閉上眼睛，安然咁躺臥在慈愛父神嘅翅膀蔭下。耶和華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台。詩篇18篇2節。呢首詩使用咗日常嘅用詞，譬如話岩石、盾牌、號角、高台等等，好具體咁描述耶和華係拯救我哋嘅神。神堅固如岩石，可以庇護我。當我投靠佢，佢就成為掩護我的盾牌。佢係我嘅號角，可以吹響佢嚟增援救兵。佢亦都係我嘅高台，企喺其上眺望遠方嘅敵軍。岩石希伯來文嘅輔音字母，換一個發音就有包圍、捆綁、攻擊嘅意思，充滿戰鬥氛圍。企喺呢一塊岩石之上，我能夠預備好作戰。佢就喺旁邊，係我嘅後盾。